亲爱的好朋友，你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友情叫做梅艳芳与张国荣吗？他们不仅是舞台上的最佳拍档，私底下更是互相扶持的灵魂伴侣。他们今天要合唱哪首歌呢？经典时刻，经典就是流行，经典时刻与您分享精彩的每一刻。我是你的 DJ 费平，欢迎听我来到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短视频当中。来，听众朋友们，你知不知道在演艺圈当中有一种感情叫做张国荣与梅艳芳啊？他们不仅是舞台上的最佳拍档，私底下更是互相扶持的灵魂伴侣哦。今天呢，费平要带大家看的是这一对兄妹在1999年最完美的一次音乐对话哦。来，他们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《姚三阳有心人》。这首《有心人》呢是哥哥自己创作的，然后是林夕填的词哦。歌词里面呢，对于那种纯粹情感的渴望跟无奈，由他们两个唱出来，真的是特别有味道啊！大家在看影片的时候呢，一定要注意他们手牵着手，看着彼此的眼神，里面真的有太多太多的故事了。好，所以199年的红馆呢，见证了他们最好的年华。虽然梅艳芳跟张国荣已经化作天上的星星，但是你只要听到这首《有心人有三人》响起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离开过。经典时刻，今天让我们再次怀念1999年梅艳芳、张国荣所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《有心人有三人》。经典時刻開始咯！俾啲掌聲！有心人，哥哥寫嘅歌，唔使咁樣賣告白。要嘅，難得你嚟啊嘛！梅艷芳主演嘅戲，要做少少戲㗎。寂寞也揮發着回響，原來情動正是這樣，曾忘掉這種遐想，這麼超乎我想象，但願我可以活成像，完全憑直覺覓對象。如果真的太好，如錯看了都好，不想證實有沒有過的我，是無力，但有心真懷像戲，誰又會似我演得更好？從離騷中感覺到，從眼角看不到，可不已是最直接的裸露，是無力或有心暗明我，誰說這算是情愫？完全憑直覺覓對象，我哋為戀你一場，走到風雨下潮漲。如果真的太好，如錯看了都好，不想證實有沒有過的我。但有心真像戲，誰又會似我演得更好？從微笑中感覺到，從眼角看不到，彷彿已是最直接的裸露，是無力，但有心明我。誰說這算是情愫？從微笑中感覺到，從眼角看不到，彷彿已是最直接的裸露。
哇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经典时刻，感谢您的收看还有收听，不要忘记了，喜欢的话帮我们分享给你的好朋友们，一个人帮我们分享3位好朋友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啦！最后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时光，别忘了下一次我们经典时刻再见。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喜乐，下次见。